台北市东区的百货公司 Uniqlo 开始了。看到百货公司一开门，大家是拼性命向内底冲。所过 Uniqlo 的头一天，敦化、复兴、中校三馆 Uniqlo 的联合活动正式开始，也吸引真侪民众来抢限量的商品。尤其这位先生为着要抢 iPhone 送 iPad 的方案，正一暝，伊就来排队。昨天吃完晚餐，差不多7、8点就好了。所过今年头一摆对 APP 的会员送3000块的电子邮台券，化妆品、保养品单日单柜满6000送800，还佫推出大量的限定特惠组。就是要参电商抢双11个商机，而且也购买贵退差价，要挑战来遮买上介俗。大概差好几千块，要原价1万多。就是那个单子圈好，叫我一家一家买。另外，新光3月的战争店，伫咧11月12到25，专管单笔满2000送200，而且佮连抢40件的化妆品，推出20万的特惠组，其中也佮有独家款，就是要抢业绩。台北百货公司的Uniqlo战局，重新开始的是威风百货，会一直到11月15才结束。伊是推出会员消费的送点数，顾客消费的平均金额嘛成长2成。今年因为疫情冲击着百货公司顶半冬的业绩，所以下半冬也真侪好康，就是要吸引这人客赶紧回来，将减碳的业绩全部拼倒回来。